在狮子岛南投新义乡山区发生严重的土石流，提前受到影响的鹿溪神木村，虽然当天只系航海还继续提整治，村民在一定受利哦，因为提临时片土方当中的细细条嘅透水涵管，含前到卡丘落雨的季节，涵管如北上国家本30-40度的，太水以来怕连路都看唔到嘅。就这样嘛。土江头前反而典型成果，你系农民先反而嘅时节，尤其辛苦种嘅农作物摄入安好嘅属性，只系讲种年轻态嘅期望。但是，就算属性安好，今年3月1天安反喜，尤其是木村嘅农作物做好经过自康期来运输，但是咧条片土嘅运输涵管，你还早无本30-7度咧，木村民实在懂受。啊，你最少哦，路啦，只行啊路也过唔得，翻路吼。啊，总有强过啊，唔得出，啊无好事业，俩问题都亲难生发的呀。今仔日讲有落风势吹下太多，莫讲风采啦，有风势吹下太多，严皮咸工都过唔得嘞。所以讲也要个紧囤到要差唔多要10分囤到要8分的吼，今仔无人干啊。面对村民的依附，新义乡公所讲，已经通知开口客户的厂商，委托列参去审批沙项，讲后面会维持涵管莫比7度。这个礼拜，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开口街的厂商，去过去先把它清淤。第二个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土石流的一个区域，所以它只要稍微下一点雨，它土石都会下来，甚至会把我们那个临时的涵管也都会冲走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做这样很立即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。尤其自康期4位关系到台太新人呐，林关处、严政府同河川区，所以咧今年则无法度如何进去。对树木村的居民来讲，3年的时间无一段内，自讲在迄位自康期将会无毛嘅改变。居民私下讲，可能仍继续提为内向态度，促成的请河坝迁到安久还系无见起。不过今日新生活地的这内是将是有一条安全又好行的运输道路。卡卡新闻李峰奇南投报道。